宣调。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好日，无干犯着，禁止家己的手做歹，迄号人有福气。那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三甲做伙来祈祷。Was bright, but now I s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Amazing 全能阿爸爸上帝。世界一切统治的这个权柄，拢是主你的掌权。根据你赐予阮的政府，大大小小文武百官，凡紧啊受百姓所选任命在实行政权的，互因拢会通尊叹上帝之意。并且愿全体百姓拢会通得到你迄款慈爱的保护，愿圣神来统治众人的心，互阮的国家伫上帝公义中来生存，为着世界来促进这个和平。那美国总统的大选，是讲已经是结束一段时间咯，总是因为这回的这个选举。有出现了无公正，但司法单位已经是介入伫调查咯，因为投票、计票拢是弊端百出，做阮需要真相。阿爸爸上帝恳求你掌权，求主你的公义的手来介入，让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治理美国，因为阮真正无愿意看到美国200多年来这个民主制度，互遐有心的人来吞踏。所以阮爱的是公平，所以阮爱的是这个真相。今仔日，我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欧罗利，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做着用着这个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会通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也希望美国本土的这个肺炎病毒疫情，也阁是非常这个严重。一冬以来，就有可能爆发出第2波，甚至第3波的这个病毒疫情高峰也不得讲。恳求主你继续保护阮大家的健康，互阮专心来依靠主你的保护，继续做好我们国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但现在恳求主你
先来洁净落寞的嘴，圣神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Was blind, but now I see. 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16节，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撒母耳上卷30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第3日，大卫甲做伊的人到西吉勒，阿玛力人已经侵犯南方甲西吉勒，也拍西吉勒，用火烧伊，掠城内的妇女，无论大小，无杀死一个，干那掠因去。大卫甲做伊的人到迄个城，看见城已经互火烧去，因的某囝、查某囝拢互因掠去。大卫甲做伊的人就开声吼，吼到无力通吼。大卫两个某亚述的人就亚希乱甲捌做过加密人拿拔的某阿比该也互因掠去。大卫真着急，因为百姓讲着用石头钉伊，是百姓人人为着因的囝、查某囝真烦恼。总是大卫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家己坚固。大卫甲阿希米勒的囝细西阿比亚他讲：“请你甲我带以弗得来。”阿比亚他就带以弗得到大卫遐。大卫问耶和华讲：“我入这个军队入袂着阿袂？”耶和华讲：“你就入因，因为入稳当着，也稳当救因，拢做来。”23节，大卫讲：“兄弟啊，毋通将耶和华所赏赐咱的物安尼做，因为伊保护咱，将攻击咱的军队交伫咱的手。这个代志之所以要听探恁啊，固守神物的人所得到的份额，就亲像出阵的人的份额，大家就平分。对迄日以后，大卫设立这个做以色列的律例法度，直到今仔日。大卫到西吉来时，对所抢的物的中间摕起来，寄去送伊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讲：“看，这个是对耶和华的对手抢来的，送互恁做礼物。”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的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门。这条要来学咯。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你学咯。
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学咯。你是全能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向你唱歌，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即摆即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对中国拖到全世界，无论是包括着时间，亦是即个确诊人数甲死亡的人数，或者是对社会经济、家庭生活的影响，拢是打破了这个记录了。若是叫这个病毒做这个世界、这个世纪上大的瘟疫，
一点嘛无过分呢。美国伫一片即个混乱中间，种族的歧视嘛，趁着即个机会来钻入来，互执法人员非常的无用，拼死不留命，或者疲于奔命。即个种族歧视，即种族的歧视，比即个病毒更较有杀伤力的，伊会烧个人心中会痛。拄对印证了圣经的话讲，只是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真侪人的痛心才渐渐冷淡落。歧视的根源就是用家己做中心，按照家己的眼光在判断别人的。人拢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咱本来应该拢总是平等的嘛，有同款宝贵的这个价值甲地位，总是对着的人看家己比别人较强，看家己比别人较优秀。所以伫这个疫情又震动全世界，甲每一个人生活中的内面，咱需要更较侪对上帝认捌。更较侪对上帝的信号，更较侪来求告上帝的恩典。加利亚牧师伊讲过吼，讲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这个素质之一，总是这个蒙恩，也是一个最邪恶的罪恶之一。上帝伫咱身躯顶有一个心意，就是爱咱做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咱拢真容易袂记哩上帝恩典，咱往往会当将上帝祝福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袂记哩上帝咯。所以你若通改变你的念头，你会发觉到一寡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小可代志，甚至这个困境，伫伊的背后拢总上帝真水的意思。拢是值得咱来感恩的。上帝讲，着爱常常喜乐，无停止的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伊伫基督耶稣内面咱所定的这个旨意。上帝将这个常常喜乐放伫第一优先，上帝欢喜看到伊的囝儿查某囝欢喜快乐，并且因为你的欢喜来欢呼。如果若是这个油头革面，怎会当吸引人来入捌主耶稣呢？敢毋是安尼？所以司布真牧师捌讲过吼，讲当你伫向别人伫担起这个天堂的时阵，你的面嘛有来显出特别的阳光来。总是当你甲别人伫讲第一个代志的时阵，你平常时迄款的面相就可以了。所以每一工咱出门的时吼，咱大声啊穿照镜，看卖，看家己的面相，咱的喙角是翘上天，迄个10点10分，迄个 happy face， 或者是咱的喙角垂落来，迄个7点25分，迄个苦瓜面的。基础吼，就得爱咱无停止的祈祷，因为祈祷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基础。是上帝成就任何代志的重要这个媒介，也是困境中的这个出路。我捌听到一个好朋友吼，伊姓布，或者布牧师吼，伊的分享。这个布牧师伊捌伫美国这个属地萨摩亚伫遐咧做主的工，伊专门是对中国去的这个劳工来传福音的。伊讲吼。这个萨摩亚这个原住民全拢总是基督徒，那么这是以前迄个宣教师因所种的这个规矩。这个萨摩亚原住民有一个真好的熟练的习惯，就是每一日的下晡时啊6点，每一个人拢在留守伫伊的厝内来做祈祷。伊嘛会派几个人轮班
伫口面即做纠察队纠察队，将外面啲偌数个人，甲伊赶转去因兜内面来祈祷。所以萨摩亚真受即个祝福。即个小岛不但是物产丰富，人人是真温和、彬彬有礼。伊嘛通享受美国的福利的政策，因将来毋免担心即个股票问题，以及即个退休金的问题，拢毋免烦恼。最后，就着爱咱凡事谢恩，谢恩是一种的心态。伫每一件代志顶面，咱必须有即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会当互咱更较谦卑，通看到上帝伫万项代志、万项物件顶悬的即个心意，也互咱会当去学习到，会晓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无搁再用家己做自我中心咯。人生就亲像即个时间共款到了半暝，就爱对零来开始，只有这归零，才会通开始即个新的周期。所以归零就是大摒扫，将这个无路用的物件甲伊扫清去，安尼就当轻轻松松定心再来出发。那么伫耍这个第一套相机的人拢知影每过一段时间，爱将你的相机内面的这个储存卡、这 SD 卡改做 format， 就是归零的动作，将个旧的资料甲伊除掉，安尼你才会通放新的资料入去翕这个新的相片。归零是需要对上帝遐来的智慧，需要咱的这个属天国的这个眼光，互你无单单是看到遐个公认的恩典尔定，也通互咱看到迄个无亲像恩典中的恩典。所以对于伫基督徒来讲，归零，互咱会通真实的体会出凡事谢恩的意义是啥物？无搁再埋怨，也袂搁心怀不平。因通对心来唱出讲，感谢上帝赐了温暖的这个春天，也感谢上帝赐了这个凄凉的这个秋景，也感谢上帝赐了路边的这个玫瑰，更加感谢上帝赐了这个玫瑰有刺。所以当咱立志要将家己归零的时阵，那么所出现伫咱生命中的恩典，即便就是微不足道这个小可代志，拢是通孝顺的，也通享受到、感受到这恩典的存在。所以今仔日，咱要对大鼻王的这个经历，来学习伊如何伫这个困境中来投靠上帝，并且向上帝献出这个感恩的心。咱拄读的这个圣经在撒母耳上记相关的这个30章记载讲大卫甲伊的部下对前线倒转来，却发觉到因所徛起的城市，也是因的大本营做西甲勒，已经互火烧灭了。原来是亚玛力人所做的这个代志，免讲因的这个家眷，因的这个精神也拢总互对敌来掠走去了。所以大卫甲军队伊的人看到这个情景，就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无力为止。后来大卫王的部下，更加是安尼牵怒着伊，准备扣着了，要甲伊钉死这个大卫。大卫迄个时阵心也真着急，总是伊无甲因来理论，也无随时骑马撞出去去找对敌来算账。圣经甲咱讲，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来敬。所以大卫伊就吩咐祭司来求问上帝，应该着安怎来做较对。所以祭司就上帝的话传达互大卫，甲伊讲你通去对入亚玛力人，比利亚的你拢会一一甲伊夺倒转来。所以大卫就带领600军兵去对入亚玛力人，果然是得胜而归。毋干那将失落的家眷、精神
拢总带倒转来，抑阁是加上对敌真侪这财物。小战对战场老将大笔来讲，是一个轻轻松松的代志。总是大笔却毋捌这个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吼。有一粒谦卑挖苦上帝的心，伊总是会先祈祷来求问上帝。上帝嘛真欢喜伊的谦卑求问的态度，所以每一摆拢有互伊真水的答案，甚至互伊运上高温，领受到搁较侪即个额外的即个祝福。特别搁互咱有一个另外一个蒙福的即个原则，就是即个分享的原则。伊好款待即个软正的人，甚至捌对伊无好的人，伊拢总是用恩典来甲伊对待因。特别所出来人的中间，有200个人因为疲劳亚身，无对伊继续进前，所以当代表战赢敌军倒转来的路上，去拄到遐个200外个无上战场的人，我想这200个人，实在一定是真郁卒的、真见效的。检测是因遮的拢是破病的，还是受伤的，因无法度来上战场的人。这个所在代表表现出伊领袖的这个智慧甲气魄，伊无拥吻，跟对伊的人分门别类，区别的待遇，所以代表伊不但主动向因来问安，还佫规定因也会通得到一半的这个战利品。才能想看卖呢？这200外人当初也是想要捡就来定制代表的人呢，就是代表。确实，即款的恩待因，我想因即阵的人伊是大受感动。我相信因大家拢是心甘情愿做牛做马。如果代表有啥物烦恼，一定是安尼赴汤蹈火啦吼，将伊的活命拢总交出来。圣经记载，代表的300个勇士，其中有真侪即个真后战争的即个勇士。嘛有举兵器的即个小卒啊、小兵啊呢，毋过呢，拢总家列入即个英雄排行榜的即个内面，英雄排行榜里面吼，可见的代表是偌尼正接近上帝胸怀的人呢。咱的主要所基督，伊为着大英雄来放杀性命，咱的主要所基督嘛是为着咱这边缘的人来放杀伊的性命呢。所以无论是大小，人人拢会当得到同款的这个恩典。特别是知影感恩的人，伊所得到这个战利品，除了分互军队伊的人以外，佫剩真多。伊无将所做的这个战利品，放伫家己的身边来享受，还是迄个存起来，将来要建立伊的王国的财富，无。等于受到当初伊伫逃亡的时阵，也受到真侪人的帮赞。那么现在伊有气力啦，就是伫伊伫走路的时阵，伊有缘向伊一来赠送礼品，来表达出伊的感恩的心。所以当代表会家园被火烧，某囝受掠的时阵，即款的大环境的这个震撼。比现在咱所面对的问题搁较严重呢，就是特别知影，伊早前如何挖苦上帝来打败大汉人哥利亚，今仔日伊也相信上帝要帮助伊来夺回所有失落的一切。伫目前大环境的下面，咱嘛是需要亲像大卫即款的挖苦上帝的心，毋免惊吓，毋免软弱，相信上帝要为着咱。伫旷野来开道路，伫沙漠来开江河的。2020年，这个艰难，互咱居家隔离的日子，那亲像是伫这热火中间来受煎熬。咱出门去采港买菜、买物件的时，那亲像进入去满着这个地雷的野战区，安尼行，所以咱拢缩去缩回，毋敢搁伫遐乱扫。避免互病毒来感染着，
咱也是听到亲人朋友有中标的消息，不断对网络来传过来时，迄个时阵咱的心情也是足沉重、足沉重的。我是伫圣经中，但你三个朋友，因为毋肯跪拜巴比伦王所做的这个金像，所以被迄度一个贿赂的故事。伫众人注目的下面，三个希伯来少年人被迄入去温度比平常时佫悬7倍的这个贿赂的内面，就是这三个囡仔坦然无惊。因讲吼，阮所侍奉的上帝会将阮来救出来。果然，上帝实行拯救，伫火炉中出现第4个人，伫火中来游行。迄个第4个人的面貌，好亲像是上帝的囝。因对火中出来，无会烧着这个番薯，也无有这个臭味大的味。这份信仰的气力，延续到今仔日，激励了真侪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伫这个困难中，伫艰难中继续仰望信靠、通靠的这个、通倚靠的这个天父上帝。某人上帝咧问讲吼，讲当上帝囝儿查某囝伫受苦的时，那么上帝伫倒落呢？我甲你讲，这个火炉中的经历就提供了标准的答案。上帝要甲咱同在，伫烈火的这个火炉中，伊甲咱做伙来提考，做伙伫受苦。路加嘛劝勉咱讲，若有遮个代志，恁就爱挺身抬头，因为恁得到救赎的日子近了。是啦，天光以前也是最黑暗的时阵，人类到底必然要得救。所以经历丰盛生命的秘诀，不在伫得到更较多，反倒是付出你的活命，互需要的人。知付出的人，才会通伫伊的活命中得到享受真正的这个喜乐。所以圣经讲，互人的比共摕更较有福气。一般人认为讲领受才是有福的啊，总是呢，当咱看见这个付出去的，带别人的活命的改变，这种讲袂出来，这个喜乐是咱语言上无法度形容的。但亲爱的兄弟姊妹，新的一年，愿上帝有恩典，做咱年冬的免流，互咱所要行的路径，拢总有油得滴。阿们。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你用恩典做年冬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我经拢有油在滴。你用恩典做年冬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
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电做年冬免流，你用阮电做年冬的免流，你用阮电做年冬的免流。伊用我见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的做年冬的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见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的做年冬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我见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的做年冬的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见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的做年冬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阮的做年冬的免流，你用我见拢有忧在滴，你用阮的做年冬的流。即个咱阿头当心三界祈祷亲阿爸爸上帝，满心的感谢你。今日有对撒母耳上卷30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内面，互我来思想，代表讲伊的感恩的心，代表讲伊是一个知影感恩的人。伊所得到这个战利品的中间，分互跟对伊的人以外，伊阁剩到真侪这个战利品，一一来赠送互过去捌帮助伊的人，来表达伊对因的感谢的心。当代表王的家园被火烧毁，因的母囝受了的时阵，在这款大环境的震怒下面，比咱现在所面对这个肺炎病毒，以及这个种族的歧视的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代表伊知影，伊早前如何倚靠上帝，
拍赢大汉人哥利亚。但今仔日伊也相信上帝会当帮助伊来夺回伊所失落的一切。他主必听人的天父上帝，就阮孝顺过去一年来的恩典，阮就知影你的祝福真正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阮拢愿意向主你来献上阮感恩的心，愿意坚固阮的信心，继续输入恩典伫阮的中间，互阮成做一个知影感恩的人，会当不断甲四周的人来分享你的恩典。主啊，目前阮也拄拄是伫这个困难的大环境中，我们是真需要亲像大卫这款倚靠上帝的心，无惊吓，无论的，相信上帝会将为着阮伫旷野来开道路，伫沙漠来开江河。互亲爱阿爸爸上帝，现在阮要继续为着美国台湾的祈祷。根据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会当选出合上帝心意的人来做总统，来治理美国，互美国甲台湾拢会当过着平平安安的生活。台湾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恳求，阿门。这条老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主要所基督恩典，圣神保佑所甲拢甲交通，甲亲爱孩子姊妹同在，直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孩子姊妹。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咱期待后日过一摆伫空中三角见面。但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合家平安。再会，拜拜。